物流係香港支柱產業，喺8大中心定位當中，國際航運中心同航運樞紐佔2個重要席位。不過，受到環球經濟、地緣政治、周邊競爭等嘅影響，物流發展面臨挑戰。2023年，政府推出現代物流發展行動綱領，以8大策略推動高質量發展。為咗解決土地不足問題，政府推出4幅物流用地，發展多層式物流設施。又喺北部都會區預留37公頃嘅土地，打造現代物流圈。為咗吸引人才入行，當局推出各項資助同培訓計劃，例如為專業培訓課程提供高達80%嘅資金支援，亦都為合資格嘅實習人員提供每月近1萬元嘅津貼。同時，業界積極推行產業升級，利用人工智能、物聯網、機械人等嘅新興技術，推動智能化，提升營運效率。傳統行業華麗轉身，推動香港再接再厲，跨過挑戰，物暢其流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